有南方澳的渔民最近掠到一只生甲真歹看面的深海鲨鱼——瓜布林鲨鱼800公斤重，是目前咱台湾捌掠过上大只的。伊的腹肚内底阁有细只鲨鱼，这只鲨鱼险啊，互餐厅买去。台湾海洋艺术馆争取甲伊买落来，要来争做海洋教育的教材，未来嘛会伫台湾海洋艺术馆来展出。 一尾正大尾、喙齿正尖的鲨鱼，互南方澳渔船掠到了运到渔港，经过测量，长2公尺半，重800公斤。腹肚内还有6尾鲨鱼囝，因为外形正特别，又搁正罕见，所以吸引真侪民众为个看。莫讲100年了，几十年。 30年、10年我嘛冇看这个，冇看到嘢。经过专家认定，这尾鲨鱼是哥布林鲨，学名是欧式尖吻角，唔是保育类的动物。规身躯的皮肤半透明，身体是粉蓝色，因为头型敢若是哥布林，所以安尼好名。又个叫做恶魔鲨，是正古老的鲨鱼家族，生活在200公尺深的海底，和地大网渔船掠到。这只非常特别哈，可能这只是近几10年来抓到唯一最大的。 因为目前我们台湾海洋馆有这个鱼，但是是比较小。一尾哥布林鲨甲鲨鱼囝差一点互餐厅买起煮，表示台湾海洋艺术馆甲伊买起来，按算要甲伊做做标本，以后放伫咧台湾海洋艺术馆展出，做做海洋教育的教材。那虽然目前不是保育类的物种，但因为非常的罕见，我们也是不建议说渔民去进行一些捕捞的。 行为。官府讲，哥布林鲨鱼虽然唔是保育类的动物，但过因为正罕见，无建议渔民去掠。对这尾鲨鱼会当看到生物伫咧海洋生存的无容器，维护甲珍惜海洋生态，是咱每一个人的责任。记者综合报道。